北角核心地段英皇道生活配套完善，人流旺盛。本次推介嘅優質物業位於英皇道375號，為一棟14層高商住大廈，總面積共約18310平方尺，現以年租約形式全棟出售。物業目前已全部租出，租金收入穩定。其中2至13樓由連鎖旅社租用，共提供約99間客房。隨住香港旅遊業持續復甦，旅社住房需求與租金收入有望穩步上升。物業外牆位置顯眼，坐落主要道路，極具廣告價值。預計外牆廣告位每月可帶嚟約5萬嘅額外收入，進一步提升整體投資回報。預計回報率超過3.5厘。物業坐擁一鐵三幹交通優勢，輕鬆連接中環灣仔繞道、東區走廊同埋觀塘繞道等主要幹道，步行僅4分鐘即可到達港鐵北角站，便捷往返港九新界及機場。英皇道375號全棟物業唔單止提供即時穩定之租金收益，更因北角區內全棟物業供應稀缺，具備多重未來增長潛力。此地盤仲可與周邊地盤合併發展，地積比率可以達15倍，適合規劃興建商業大廈，亦可考慮將現有旅社改作學生宿舍，配合最新政策機遇，長遠增值空間龐大。同時，物業受惠於皇都戲院大型重建項目所帶動嘅區域升值前景，對追求資產增值嘅投資者而言，實為極具戰略價值嘅選擇。有興趣人士歡迎聯繫美聯工商鋪。